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Crypto Pie 嘅頻道，我係派仔。今集係 RW 系列第一集，咁我哋要探討一個顛覆緊傳統資產市場嘅創新平台 Collateralize。隨住 DeFi 去中心化金融嘅發展，現實世界資產，亦即係 Real World Asset（RWA） 代幣化，成為區塊鏈領域最受關注嘅趨勢之一。有分析預計，去到2023年 ，RWA 代幣化市場規模將會達到10.9兆美金。而 Collateralize 就係其中最具潛力嘅項目之一。佢點樣利用區塊鏈技術解決傳統資產市場嘅痛點呢？點解投資者應該關注 Collat 呢隻代幣呢？今集 Crypto Pie RWA 系列為你全面拆解。Collateralize 係咩呢？ Collateralize 係一個專門為 RWA 代幣化 tokenization 而設嘅 mobile app 手機應用程式，以及第一層區塊鏈協議，亦即係 Layer 1 blockchain。令到用戶可以輕鬆將房地產、股票、商品等等嘅傳統資產轉化為數碼代幣，並且進行交易。佢提供咗合規嘅基礎設施，連接傳統資產管理機構同埋零售投資者，確保 RWA 代幣化嘅透明度、安全性同埋流動性。由公開透明、有真實身份嘅團隊打造 ，Collateralize 唔單止係一個平台，更加係下一代金融革命嘅基礎設施。講到市場需求同趨勢，傳統金融市場一直都有啲問題，例如話買賣資產嘅成本好高，要交好多手續費；資產流動性低，即係你想賣出嘅時候都未必即刻會有人買；門檻高，好多投資機會都係有錢人先可以參與。咁 RWA 代幣化又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呢？資產數字化，利用區塊鏈技術，將房地產、股票、基金等等變成數碼代幣，亦都同時降低咗投資門檻。普通投資者都可以用少量嘅資金買入一部分嘅資產，而唔需要一筆過買成層樓或者成隻股票。最後係提升流動性，傳統資產可能要等幾日甚至乎幾個禮拜先至成交到，但係 RWA 代幣化就可以即時交易。Collateralize 就係提供咗呢個技術基礎設施，令到更加多人可以輕鬆參與呢個市場。咁 Collateralize 有咩技術優勢呢？第一，佢係專門為 RWA 設計嘅 Layer 1區塊鏈，速度快、安全性高、零 gas 費、交易成本幾乎係零。跨鏈技術支援唔同區塊鏈之間嘅交易。第二，簡單易用嘅手機程式，你唔需要學識 DeFi， 亦都唔需要用 MetaMask， 打開手機 App 就可以投資 RWA， 一鍵轉帳，可以 P2P 轉讓代幣化資產俾朋友或者其他投資者。第三，資產有實物擔保。唔係空氣幣，每個 RWA 代幣背後都有真實資產支持。第四，符合監管要求，安全可靠。內建合規機制，確保 RWA 代幣化符合各國法規。已經有 Midas、Ondo、Mantra 等等嘅機構合作。咁我哋派友點解要關注 Collat 代幣呢？持有者擁有投票權 ，Collat 代幣持有者可以參與 Collateralize 嘅決策，影響生態發展方向。投資回報 RWA Yields， 透過持有 Collat 可以獲得嚟自 RWA 投資嘅收益。循環收益模式 ，Collateralize 設計咗一個可持續增長嘅生態，持有者可以透過 staking 治理參與平台活動獲得獎勵，吸引更多機構參與。隨住 Collateralize 夥伴關係增加 ，Collat 嘅應用場景會越嚟越多，價值亦都有望上升。Collat 係一隻早期高增長嘅代幣，準備緊迎接未來金融基礎設施嘅巨大機遇。總括嚟講 ，Collateralize 係處於 RWA 代幣化熱潮嘅最前線，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以及第一層區塊鏈，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透明、更高效、更易用嘅投資方式。你點睇 Collateralize 呢個項目呢？ Collat 會唔會成為未來 RWA 市場嘅領導者呢？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記得 Like、Subscribe、開啟小鈴鐺。Crypto Pie 會繼續為你帶來最新 Web3 資訊。我係派仔，下次見。